高雄市市立联合病院决议是对11月开始禁止电动车停伫咧地下停车场，主要就是惊这电动车若是导火会造成严重火灾。病院迄边是强调讲，这地下停车场拢是员工咧用的，所以讲袂去影响到病患，也是加速停车。电动车停伫病院地下停车场内底，但11月开始恐惊到无法度安尼停。高雄市立联合病院开出高雄第一枪，禁止电动车停入去地下停车场。当然是不合理啊！我一样来上班，我一样开车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区分？民众感觉禁止停车对电动车车主无公平，院方医师出面解说，地下停车场是员工用的，袂影响到病人，也是加速停车的权益。会做这个决定，嘛是考虑到安全。有少数几辆的电动车，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停在地面。那万一有事故的时候，不会造成本体建筑物的一个危害。那对病人安全，我们可以把它降到，就是提升了哈，避免发生一些安全的事故。联医表示，国内外近期发生真侪件电动车电池起火的事故。事实上，前几天伫台中北屯一个停车场，有电动巴士疑似因为电池故障火灾。同款的火灾若发生伫地下停车场，因为空间有限，佮有乌烟，恐惊救灾有难度。需要用灭火毯加上底盘苗子及灭火剂，将它于覆盖之后，然后想办法把它移除到地面，放到水池里面进行降温灭火。那这种操作对消防队来讲，目前是有困难的。日口抗禁止的公告，联医毋是第一间禁止电动车停地下室的病院。嘉义大林主席早伫8月就先公告，联医表示电动车会使改停员工的户外停车场，袂影响到停车权益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